欺负小朋友而已。哎，我们来充满决斗。我的。洗厝干、送市场、卖菜馆养上公帮，落做下做料理，好外用版味道重。今晡日啊，洗人下来做厝，我去请葱诶来做好食嘅料理。天做洗厝干，喺几件来讲500个玩意同名意。不过出发买菜前，玩意要先上课。故说啊，名意就要安全班，前期恐下来出发咯。两个细妹长见到面，就同欢喜走来走去。二条两啥啊，行喺上条嘅体力啦。今晡日又动到菜爱买呢。上去。咱爱做洗厝干，要又来煮个菜哦。迄生啊同伊田，两个校园通嘅细牙哥诶，有顶看起来伊难嘅茶班，和同饭餐嘅满奶糕，古夜公园都系你流量啥嘅小上嘅啦。我们是勇敢的小孩，拥抱电线杆。我要爸爸。安样看起来，今晡日买菜会到哪嘢咯？我带了水壶、衣服、毛巾、碗。为什么带碗？带碗，因为等下去安全班要吃啊，要吃饭要。然后我带了备用衣服、凉感巾，然后还有书，体验小时候的生活。你现在不是小时候吗？古早小时候。这次做的是葱，葱的品种有日葱，然后北葱、大葱、洋葱、三星葱跟猪葱。他们说因为就是放稻草，然后因为他们阳光照不到，阳光照到的地方都会有这种绿色的这种，他们会行光合作用，就是要挑，然后就是要挑那个绿色比较多的，没有白色比较多的，真的。谈起来，两个细阿哥诶，对葱诶用办买，有无同样嘅意见哦。不过无关系，迄道市场度爱解决嘅问题，可能未必也行较多哦。你好，看到了有没有生的蔬菜啊？看到了有没有生的蔬菜啊？找到了，猪肉店有。我买它，是2层肉，对不对？你要什么2层肉。2层肉你要多少？1斤。1斤。老板，请问2层肉是猪肉的哪里？那个是大里脊的下面的。大里脊。对。大里脊是这个大里脊的下面。那这个是不是它的心脏？对。心脏可以吃啊？可以啊，怎么可以吃？这个是它的脑吗？啊？这个是它的脑吗？不是脑，是这个，那个是混肠，那个是混肠，这个是脑。那脑可以吃？可以啊，怎么不可以吃？对，都可以吃啊。所以猪的全身几乎都可以吃。对呀，这些都可以吃。头摆是落阿妹去过市场，确实有机会自家买菜嘅生鸭同伊田，对猪肉摊吃到同好奇哦。买到嘅猪肉，买前到嘅泰酸同米林，洗来嘅食材就买到差唔多咧。3只个就要买1块。联盟会减10块啊！联盟会减10块啊！嘅玩意同面意，今晡日要去个市场度买嚟葱嘅姜麻、香菇同面粉，买好嘅过后，撒下来啊，就会最重要嘅任务咯。因为记得要去用出厂，亲身去做唔同度嘅鱼嘅，再来做料理咯。我们来猜测寻龙鱼有多大只？寻龙，我猜那么大。我猜那么大。寻龙鱼不可能那么大吧？你说5分钟抓到一只，要请我们吃冰淇淋。你们觉得寻龙鱼是住在什么样的地方？西边。如果西边的话，它应该是什么小布拉提还是什么？你们两个别笑，还在笑都听出声音了。
哎，这里面的是什么鱼？你看一下啊。鲟龙鱼哦。对啊。看不到。哎，这里。你知道它多大吗？大概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大。哎，我们一开始跟你们差不多年纪啦。啊？我养它12年。所以它年纪比我还要大。对啊。青龙鱼跳到按太早，是无按过哦。像林阿爸都是接跳蛋糕嘅潜水来跳的，唔同咩当做成八角形，按用水就做得係引流嘅重流水，增加青龍魚嘅發通力。就因為照顧魚嘅面膜物質嘅工作動多，故所啊，台灣青少看到有人橋，機會當難得，也下二條兩沙夾夾變種一下，萬一同面兒嘅種嘅初體驗，就會登場咯。我不要，不用怕啦，走開啦！它不會怎樣啦。我跟你講，它只是在那邊走路而已。你在路上有沒有碰到別人？他就像別人在你的身邊走路而已，他並沒有要怎樣啊。他是人，他是魚啊。對，你把它看看，跟阿北一樣蹲下來，我們蹲下來，你蹲下來啦。帶我離開這個地方。啊，蹲下來。我要回。啊，你看來。哎呀，雖然青龍魚看起來當地人驚，行家大條的看起來都係變一條狗咧。不過青龍魚咪係當溫順嘅哦，行家咪冇牙齒，唔是少會咬人。重點係佢條變一條兩三歲毛的較無膽，故所命青龍魚嘅時間都係強強的，才唔會嚇到佢條哦。2歲，我要摸1歲啦。你都10歲了，你還怕啦？對，來，好，他來了，這次3歲，來。你坐下。那個3歲而已，3歲是小 baby。你看這隻好可愛，你看。地道遇到動靜，連阿爸還貼片小雞咧，個較細隻嘅青龍魚，用板二條還係唔敢名呢。平常按發條嘅用嘅，都只去哪喏？希望這個青龍阿爸沒看啊，按用板老二條小雞真好的。這個你可以伸手去抓它，這個就這樣哦，就這樣抓起來就好了。它有刺，你看，這個就是阿北跟你講的，它有鱗片，有沒有？你自己抓。我終於抓到一隻了。阿北，可以讓我們帶回家。帶回家幹嘛？我們做料，因為我們是因為我們是大刀。做料理哦。對，撈多。這才3個月，你就要把它料理，太殘忍了吧？撈多一點可以嗎？不行。這個不行啦，這個根本沒有肉啊！你至少要有1歲。這個才3個月，這怎麼料理？可我們真的沒辦法，我們只敢抓這個嘛。哦，我知道你們都會欺負小朋友而已。哎，3個月不是小娃娃，還不是小朋友，是小娃娃。我帶你們看大魚來，能看到什麼魚？有沒有？這個可以摸，你看，這個你看，它好乖啊，它好乖啊，有沒有看到？哪裡乖了？它在來甩我哎！這個平均體重可以超過1000公斤。那它壽命可以超過100歲，這個12歲了。對啊，大你1歲2歲，你看我們的多大隻，你們都沒有吃飯，對不對？你看它多大隻，有沒有？青龍魚嘅外表看起來烏卡卡的，不過佢嘅肉質係當有彈性咯。韓國啊，佢咩冇魚呢，醬油高質同豐富嘅軟骨，故所啊，青龍魚當規條嘅就做得拿來料理。不過西廚館連一條魚嘅都冇做到，佢搶做得賣片嘅魚嘅咯。小朋友，我們要出發了。好。原本伊咱愛做西廚館，係愛去青蟲嘅。講到蟲嘅，就會想到宜蘭嘅三線蟲。三線蟲會按好色，就會因為伊是按不嘅溫度長動態。蟲嘅生到較僵，個較難用海黐黐嘅荷巴，長做嚟種出按好色嘅蟲嘅。行家三線蟲係用咱愛隻名嘅，按到四季蟲，係認真啲宜蘭也品種嘅蟲，幾年度都做得採樹哦。你看啊，這樣子哦，好。手從這裡進去，抓裡面，一次要拔3株，有沒有？好。
对吧？这样子，然后放这里，放整齐。对。为什么上面要放稻草？稻草有2个意思，2个作用。你是不是一个让它葱白长多一点？哦，那这样子就三种了。3种。第一种你讲的这个嘛，第2种叫抑制杂草。抑制杂草什么意思？你就把它盖住嘛。那它草就比较不会长出来啊，只有1、2颗而已嘛。然后第3种就是保湿的作用。保湿。哦，葱花长那么高要多久？大概在90天左右，70天到100天呐。那么快？对，像这样子应该是90天左右的。那从那个麻雀它们会来吃吗？不会，它会来这里跑的话，就是里面有虫，像这样子有虫啊，有虫麻雀就会来吃的。等于说会帮忙除虫。对，麻雀就会来吃的，对吧？哦，原来。这个你刚戴上来就有虫，这样一拔起来，然后中间剥开。这个有虫的，就是好帅啊！已经没有农药残留了。这一只啊。哦，就是有那白斑的嘛。好多只哦，2只哎。可不还有继续挖？赶快把它捏死，再赶快把它捏死。这种虫是害虫，抓到的话就要把它。它是什么的幼虫？斜纹叶稻虫，甜菜叶2种。甜菜叶。热天嘅葱田度，菜虫都会蜕皮多。不过啊，迄味道无爱施农药，农民阿叔请用简单嘅做葱丝。韩国啊，葱嘅抢做得意思人力天天嘅帮。根本伊迄个无帮体，天公伊就会本菜虫色呛呛嘞。阿姨，我们要来帮忙洗葱。好，下来。我还要拿给你哟。谢谢。那阿姨，我们要怎么洗？我们要怎么？对啊。不是这样。这样，这个黄叶子要拉下来。叶子拉下来。再慢慢的拉，不行的折断了就不行，这样折断。然后再翻，不行转，要这样。为什么不能这样转？不行啊，因为对这个肉这个不会折断，然后用好了的这样，对，好了就放后面，对，这个都要洗完嘞，全部洗完啊？对呀，这个要洗到差不多要7、8点了，晚上。对呀，还那么多把。3点半。你手表是防水的吗？防水。耶。银色雅的小假发，好可爱哈！耶，这个。当日放嘅几道葱诶，都喺当日洗好，希望不用久咧，葱诶就会软体，变到唔好食。不过啊，咱开始讲嘅天数，二条两三用诶就搞起来喏。恭喜！你完蛋！谢谢。我们来超玩决斗！阿达！我的衣，你的衣服是？而且我有备用的。我没事，我备用的。你来这样，我可能转水呀。我有事。那你对不起。里面都是水的啦。真的，里面都是水。真的，还不够满，再。要不要我们再下去一次？哎呀，阿姨记得3万个伫洗葱，不过2条2、3年，洗老洗葱变做洗身，2条食材哦，还无法度呢。应该还有东西要冲一下。对哦，哎，可以了。要拿好。快点啊！快点拿起来。好啦，唔好搞咧，日日揾個請嘅神父，我開始來做事咯。根本伊係散先生，我同洗廚官鄉下來做料理，平常時都係做一般嘅客家菜，較多嘅散先生。唔知根本伊啊，為搞洗廚官那條料理嘅勁哦。那我們今天要做的2道菜，雙魚做的是什麼菜呢？葱燒鱘鰻魚。那你們2個是做什麼菜呢？蔥爆2層肉。好，那我們就來開始吧。好。
好，首先把那个鱼片的保鲜膜拆开，然后另外一个人可以拿米酒，那上面要淋一些米酒。哦，这么多哦，小心拿酒醉。没有多吧，没有多吧。好，那这个要先让它腌一下，在腌的过程呢，那我们就先来切青葱的部分。等一下先去头去尾，然后你把这个白的跟绿的先分成2节。我们要的是葱白跟葱。没有，都要切好。我先跟你讲，葱白跟葱绿切的方法是一样的，我们今天都要切成条状。啊，那你这样子3根切是不是有点太慢了？所以我们等一下先切对半，然后并在一起，然后再切对半，所以总共会有几根？数学好不好？6根，然后再变成6乘2多少？12。对，那就是12根，不会变9根好吗？好，那等一下葱绿的部分也是一样的做法哦。那我们现在就是来这边这一组，那我们要做的是2层肉的部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今天会用到胡萝卜，所以一个人胡萝卜先帮我削皮。那另外一个人呢，我们就拿2颗蒜头，然后把皮去掉之后切成片。胡萝卜我们也要削几个片状。那我们一样是要拿3根葱，你要先去头去尾，你先切一半。然后把它叠在一起之后再切一半。老师，那为什么不是切葱花，是切葱段？因为我们今天那个葱花的部分，如果是用那种葱爆2层肉这样去爆的话，那个葱花很容易就变焦黑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是采用葱段的方式，然后让那个味道去把那个我们要爆香的那个2层肉的味道带出来，所以它要比较长。金门语嘅料理，葱嘅系主角，古所用自细厝干。都爱留葱的切做一撮一撮，万一同米嘅葱的已经切好咧，剩下来就爱处理，你就之前同样嘅青龙咯。不好切哈，因为那个鲟龙鱼很 Q， 而且胶质有很多，有很多胶原蛋白。牛排。但是补不到你们呢，老师比较需要补胶原蛋白。是啊。好像不懂我的笑话。那现在婉瑜，你等一下那个拍完之后啊，我们就要让这个鱼片静置个2到3分钟，然后等到它稍微反潮之后，我们再去煎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换那个小不点这一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比较困难的动作哦，这力气比较大。你的力气比较大，那你是要负责切我们的2层肉吗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呢要切成片状。你对那个公分数有概念吗？一片大概0.5到1公分左右的厚度，不好切哦。我好怕你哦。好，终于切掉一块了。你还说你是大力士，早上没吃哈？是小孩的大力士，小孩的大力士，大人比不过。真的。一般做野菜，大部分都会用斑皮酱，不过斑皮酱嘅皮肉较多，係講唔間食，就請較醬嘅來推，切好嘅豬肉，還會加掉嘅鹽，再做啲蘿蔔，按用炒出來嘅豬肉就會較香哦。很香哦。那我們現在要把它稍微那個兩面煎熟。好麻煩，我要不要來看？放中间一点，要让的那个肉有翻滚的感觉。有嘞。那你要不要摇一下？蛮想看哦，很好，应该配个音乐给你。有嘞。好，这样子太可怕了。因为豬肉都有油，故所炒起豬肉以後，冇調度嘅油就做得撈蒜頭、撈葱嘅比較香。也是節，萬一同米嘅料理，咩應該蘿蔔咯。豆粉面粉嘅五層，用豆腐肚去煎，記得啊，要煎到擦擦一樣嘅，才會好食咯。你怎麼把你來夾？完了還要這裡，把它夾起，把它要起來，快！好，分工合作一下。哎，這個怎麼變紅了？快！它是煎到有點焦了啊，你把它夾斷。太難夾了。明姨啊，做事要有啲嘅耐心啦。按條件係做唔好嘅啦，你哋要用鑊度存嘅油同葱嘅薑麻來傾香，
古送二条慢慢的炒，用先来看啊，夹夹个细拉的，记得给猪肉要准备萝卜咯。好，我会叫你停，慢慢的，再加，好了，哦，要变卤肉了啦。好，再加那个酱油，再多一点点，好了。还有那个香油，香油撒一点点进去，好香啊！用撒的，撒，好了，可以。然后味淋大概是1小匙的量，好，然后糖放1/2匙，哇！然后我们现在要等那个汤汁收干，就是你看它会慢慢的一直冒泡，有没有？它会越来越少，然后那个肉就会把那个酱汁的味道吸进去，等下吃起来就清透湿哦。好，最后小不点把那个绿色的葱段全部下锅，丢，好，把它拌匀。好，那你们的葱爆2层肉就完成。哦，你让它不用水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把这个鱼把它放下去。来，我们现在放一点那个酱油。好，1匙，再1匙。不要动我的手！不够，再一点点。好了。好，你不要吵了啦。啊，那个醋，黑醋大概1/3匙就好咯。是这个吗？是1/3吗？对。考我数学。然后再放1/3匙的糖。哎，你的已经放半匙，那不是1/3匙。是。等下你吃起来就会有。甜甜的台南口味，然后那个葱绿的部分也可以下去，看一下那个青葱啊，被炒到有点软的时候，就可以对，就可以那个起锅了。那你们比较喜欢谁的菜？不知道，我自己都还没吃哎，自己都还没吃。我喜欢蘑菇，你喜欢蘑菇？我觉得可是我们今天没有用到蘑菇哎。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吃，它比较软，这个比较硬，对嘛？因为鱼肉本来就比较软。对嘛？对，而且寻龙鱼就是 QQ 的，所以我觉得它们比较好吃。我觉得我们这种比较好吃。好，平分秋色。我要打包这一盘。好，我2个都要打包。我们直接吃完就不用包。好，走，一人1盘，走。哎，你们2个！现在在抢打包吃光。这个吗？对。卖丢丢！小明正呀！我觉得第一次看到寻龙鱼大概都只有比较小只吧，为什么那么大只？就只好吃，有要跟他们抢啊。然后就是完全无法下水的那种，哈哈哈。